周末不知道要带家人去哪里，那你一定要来葫芦山贝这间超 chill 的休闲马场。一进来就能看到一整排可爱的马儿、小羊、小驴，竟然还有这么小的迷你马，孩子们一看到就兴奋到尖叫。小朋友最期待的环节来啦！你还可以亲手喂马儿吃饲料、拍照，近距离接触可爱又温顺的小动物们。教练也会在旁边指导，安全又有趣。也可以让小朋友体验短程骑马。这里的教练很有耐心，会一步步教孩子们怎么安全骑马，会全程牵着马走，超级安全。最棒的是，旁边还有个小甜品区，吃个蛋糕，喝杯饮料，孩子们玩得开心，大人也能好好放松。想要远离城市，亲近大自然，周末带家人一起走一趟葫芦山贝，骑骑马，吃甜品，放松一下吧。